大家好啦歡迎嚟到說笑字嘅 Couch Talk， ，Couch Talk。咁我係 Lucas，我係 Johnny，係啦，問一問你一個問題先啦，Johnny。係請講。小學奧運會或者中學奧運會呢，玩咩項目多？我係會玩呢個跳遠啦，跳遠。係啦，之後就400米、800米嗰啲嘅。哇！你係即係贏嗰啲人先揀呢啲，唔係啊，因為100米嗰啲唔夠快嘛。 100米唔夠快。係啊，明白。但係學校係有冇逼你一定要玩一個田項一個徑項嘅？我中學係有嘅。小學就好似係一定要玩啲嘅，到中學就真係，因為我哋有分 house 咁樣嘅，咁你就代表你嗰個 house 咁去跑啦。咁你大概都知道你嗰屆或者每一屆邊一啲係大概跑得嘅。喺校隊嗰啲呢，就一定會去跑啦。咁但係你嗰個 house 唔一定係有校隊喺嗰度噶嘛。咁佢就會揾你啲唔同項目嘅人，或者之前有跑開有啲reputation，咁你就報咁樣。咁所以都係一個比較係競賽嘅心意，instead of 真係要湊人數去跑，即係都多人跑嘅，因為即係呢啲我嗰陣時會跑多啲可能接力嗰啲項目，因為個人項目就有其他選手啦，係啦。明白。咁我問你啦，如果你要跑100米嘅時候啦，如果你係一個100公尺嘅選手，你嘅人生就傾住喺呢10秒入面嘅時候，12、13咯，可能即係10零秒啦，10零秒嘅人生，你係會諗緊啲咩嘅呢？淨係要將所有嘅功力，就係呢100米或者呢12、3秒就完成佢咯，係咯。冇錯，咁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嘅就係 Lu 仔其中一套都比較深刻同埋都比較喜歡嘅一套動漫啦。咁最近香港同台灣都上映咗㗎啦，就係叫做《極速100米》啊。極速100米，100 meter，100 meters 係啦。咁就係余禮啦，呢個好年輕嘅最近好紅嘅作者就嘅出道作。咁佢畫呢套漫畫嘅時候呢，俾啲 background 大家先。佢係20歲嘅啫，咁佢就係睇奧運嘅時候呢，就發現咗一位選手 DQ 啊，喺100米嘅比賽項目上面。咁因為最新嘅田徑賽例就係你 DQ 咗呢一次呢，就只係得一次機會嘅啫。以前就有2次機會嘅，你 DQ 咗就係 foul 出局㗎啦。咁佢嗰刻就諗緊就係，哇！我籌備咗4年或者我訓練咗我一輩子嘅努力，DQ 咗一次就冇咯。即係佢同埋短跑選手嘅嗰個prime 嘅時間就會短啲啦，相對地都係，因為會隨住年齡去急速地下降佢嘅爆發力啦。咁所以佢就以此為契機，就畫咗呢套漫畫俾大家睇。21歲嘅時候就畫咗啦。20歲。20歲 OK。咁佢就係一個用100米去講人生嘅一套漫畫。咁我就非常之喜歡嘅，因為自己工作嘅關係都會接觸到啲唔同嘅100米嘅選手啦。咁其實佢哋嘅壓力其實係比一般人多嘅，同埋呢個項目呢，呢個競賽項目呢，其實係好講呢個原始啊，因為亦都係呢個基因嘅問題，同埋就係一個以前嚟講係生死攸關嘅一件事嚟㗎嘛。即係如果要追溯翻呢個奧林匹克嘅項目，就係邊個跑得快，就係逃避到野獸嘅追捕啦，又或者係可以捕殺到野獸嘅一個人啊嘛。咁所以係好殘酷嘅呢100米。咁如果用10秒去表達人生呢，咁你會點樣去諗你呢10秒呢？我覺得有時間嘅變化啦，即係由細個到大個，可能會對呢10秒或者你對，其實以你咁嘅睇法呢，其實基本上就係呢樣東西喺你人生裏面可能一個好重要嘅時刻。你點樣去？你用咩嘅方法，用咩嘅睇法，或者用咩嘅心理去接受或者去面對你人生嘅一樣好重要嘅事情嘅方法咯。可能以前我唔係一個100米或者我唔係一個運動嘅選手啦，但係如果以可能職場上嘅，就可能係一個 interview。你去揾呢一份工，你做呢個 interview 可能唔會係10秒啦，可能係10分鐘、15分鐘嘅時間。咁你點樣去用乜嘅心理去
面對呢15分鐘呢？可能啱啱讀大學或讀大學當中要揾 intern，或者讀完大學你揾工嘅時候，頭可能 year one two 嘅時候，你會覺得呢一個 interview 嘅呢個機會係你人生嘅所有，你就喂或者考試，學生考試一樣，呢個考試就係代表你成個人生。咁可能由初中開始就會好緊張，我都好緊張，一直都。但係慢慢隨住你做嗰樣嘢越做得越多，你就會發現呢樣嘢第一啦係有方法去做嘅，係有一個方法，或者你有得從操舊卷去熟習自己去做呢樣嘢，令到你當刻唔會咁緊張，你已經面對過大部分嘅事情啦。但係呢個只係第一個篇章，你點樣去面對呢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抉擇或者重要嘅事情。第二就係你了解到呢樣事情之後帶俾你嘅唔同嘅 possibility 咧，亦都會令到你點樣去，亦都會改變你點樣去面對呢一個可能考試或者 interview 嘅嘢咯。係啦，點樣就係你知道考完試，你可以好高分 distinction，你可以係肥佬。你了解清楚你背後嗰個唔同嘅後果之後，你就會比較放心啲去面對面前嘅呢個挑戰，或者你呢個人生大事咯。係咁，我覺得我自己就可能個人比較中意了解多啲後果啊呢樣嘢啦，咁所以會相對嘅 research 會做多啲。咁你大概知道究竟呢個分數或者呢一個結果你係會得到啲咩嘅成就嘅，我就會俾到自己一個安定感咯。係啦，咁所以隨住年紀或者隨住面對呢樣嘢多咗，反而我會比較放開去做咯。係啦，即係如果呢10秒而家將近30歲嘅呢10秒係會放鬆啲嘅心態去面對呢件事。係啦，如果用100米去形容，我嘅10秒就係 fuck it 啊！即係我會覺得嗱，首先個前提嗰個呢一句英文啊，即係呢句 term 嗰個前提就係呢：我個人係不作冇準備嘅挑戰嘅，即係我一定係我幾願意接受未知嘅事物嘅事情，都幾願意去試一啲自己想試嘅嘢啦。即係你唔好逼我試一啲我唔想試嘅嘢啦。咁但係就係我會係有準備而嚟嘅，起碼都即係就當係煮到埋嚟啦。咁我起碼都用15分鐘時間去睇一睇，打個底。咁起碼我知道發生緊啲咩事。咁我諗如果要用呢件事去比喻翻100米呢件事嘅話呢，就係 fuck it。因為點解會有 fuck it 呢一件事呢？就係因為我知道我自己要跑100米，我亦都準備好跑呢一個100米。咁我如何喺用10秒嘅時間傾住我嘅所有？咁呢個會係我呢一刻嘅人生哲學啦，就係咁樣樣。即係你有嘅東西就揸乾揸淨俾佢啦，就係 for 呢10秒，將你所有能夠付出到嘅努力，就將喺呢10秒裏面放晒出去。咁你 necessarily， 即係你會唔會覺得你 enjoy 去灌注晒所有嘅精力或者所有嘅 focus 喺呢10秒，定係你覺得做完啦 OK 啦，但係我 at least 付出咗100萬，付出咗我嘅100%所有，即係我有少少唔同喎。一個係你好 enjoy 你做晒所有你要做嘅，另一個就係我已經將我嘅所有放咗出嚟啦。咁個結果係點都好，咁係咯。我係兩溝嘅，因為我自己覺得生命呢，有嘢想做係值得燃燒嘅所有嘢去做嘅，即係我係比較 all or nothing 嘅一個人嚟。咁所以如果用100米去講嘅時候，就係我會好 enjoy 做呢件事啦，因為係我係 dedicated to my life 去做呢件事噶嘛，即係我係全程投入。我 train 咗咁多年，我就係為咗呢10秒嘅事嘅時候，我一定係好有熱情先啦。首先第一件事就係，咁第二件事就係即係你啱啱所講啦，就係我亦都會覺得，無論贏輸又好，咩排名都好，起碼我喺呢個10秒入面，我傾住咗所有。咁所以對於我嚟講呢，贏輸唔係一件我會好在意嘅事情。
係啦，我比較在乎嘅係一個競賽嘅過程啦，又或者係一個投入嘅過程。究竟我作為一個參賽者或者一個參與者嘅時候，我係有幾大嘅努力同埋有幾大嘅心機投放喺呢件事上面。如果我去參與一件事情，我明知道自己係唔夠料，但我參與嘅，我反而喺呢個時候呢，我事後檢討嘅話呢，我係會怪責翻自己。點解你要參加呢個？點解係啦？係啊，點解你要參加呢個項目咧？既然我參與得，我咪應該要投入多啲呢？或者我咪要準備多啲去做呢件事呢？咁如果我唔係嘅時候，我就會諗自己係咪真係想參與啦？首先第一個問題就係，第二個問題就係，既然我想嘅時候，點解我唔好好努力地去做呢一件事？係啦，我會反而係會係呢個兩溝嘅方式去諗。會唔會係因為有某啲嘅事情發生過，導致你有呢一個嘅諗法呢？定係點呢？即係你喺漫畫或者動漫裏面，喺個電影裏面，即係富堅同埋小公啊嘛，佢都係經歷咗人生嘅可能唔同嘅階段。佢呢個時間，即係佢成個動漫電影都係講緊可能10幾20年嘅一個生路歷程。佢有中間可能佢經歷過高，經歷咗低潮，再去 discover， 發現原來自己係享受，即係富堅啦，佢享受呢個過程嗰10秒，就係享受呢個過程，因為佢中間經歷過一啲起跌。咁你有冇話係因為某一啲嘅事情，我係經歷過呢？係啦，我係好體會到富堅呢個人，但係唔係因為我係一個天才，我比較係海棠派嘅。因為我係極中意成年篇之後嘅海棠。咁 by the way，觀眾如果因為呢套戲好紅啊，即係最近大家話好係近年嚟比較熱血同勵志嘅動畫電影啦。但係我係非常之呼籲大家係睇漫畫嘅，因為漫畫講得人物嘅描寫係深刻好多嘅。咁但係啦，余禮都有講嘅，即係導演分享同埋余禮咧都有講，就係因為余禮就知道會出電影版呢。咁所以其實佢係有一啲篇章同埋有啲對話呢，佢係同導演要求呢係重新再寫一次嘅，因為佢覺得動畫喺一個動態嘅演繹上面呢會有唔同嘅表達方式去做。咁但係我本人呢就比較中意漫畫嘅一個留白啦，同埋一個禪意啊，即係佢冇好話俾你聽究竟點解佢哋跑緊嘅。其實好老實講。我即係 OK， 即係因為我就大概了解咗電影版啦，咁但係佢漫畫版佢係冇咁 explicitly， 冇好係啊，即係冇好畫出腸嘅，但係動畫就畫出腸得多少少。咁冇話邊個唔好啦，但係只不過我比較偏好呢個漫畫嘅表達方式。咁所以你問我點解會認同富堅，就係因為呢，我身邊我工作上面或者係我成長嘅時候呢，我身邊有好多好叻嘅人。佢哋其實呢，諗翻轉頭呢，佢哋未必好知自己係中意嗰件事，佢哋淨係知自己叻喺嗰件事上面。咁變咗呢，其實佢哋唔知自己享受緊，但係其實佢係享受緊做呢件事。咁無論係我因為我好叻，因為我能力好好而獲得翻嚟嘅成就感好高，所以我中意做呢件事，定係我好純粹地去做呢件事。兩者嚟講，我覺得唔重要，最重要嘅係你中意做呢件事，係啦。咁富堅喺後尾佢發現咗，其實好簡單，佢就係中意跑100米咯。佢係一個天才，係大過咗天分，冇得再依賴呢個完全地依賴呢個天分嘅時候呢，佢剩低嘅係咩呢？佢剩低嘅就係對100米嘅熱情咯。呢一個係我喺身邊好多人慢慢地，無論透過成熟嘅年紀啦，即係人生嘅閲歷，佢哋好多時候係慢慢地發現咗呢，原來係中意呢件事，係啦。由一個我好叻，所以我贏好多，譬如我打波贏好多比賽，或者我跑步贏好多比賽，贏好多獎項，去到最尾發現咗，如果我要喺人生中抽走呢一件事情，佢哋係會感到不忿、有不捨，同埋有惋惜嘅感覺嘅時候呢，其實就正正就係代表佢哋係好在意呢一個事情。咁呢個就係我對富堅或者係我對呢個人嘅睇法啦，或者呢一類人即係叫做天才啦，即係漫畫叫佢做天才嘅人嘅睇法。咁點解我係話我係海苔派呢？就係回應翻 Johnny 你啱啱講嗰個問題，就係因為我就係逃避現實派。係啦，咁海苔嘅逃避現實嘅理論呢，係令到我係好深刻地亦都好感動嘅。就係逃避現實唔係一件壞事，
而係你認清現實之後，你先可以盡全力地逃避現實。哇！你諗下呢個係一個20歲嘅年輕人講嘅呢樣嘢，你覺得？所以我好中意余禮呢個人啊，係啊，咁佢下面嗰套OP 啦，即係地都好好睇嘅，上一集都有講，咁大家都可以睇下。咁點解講逃避現實呢件事呢？就係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好多嘢都唔係好叻，係啦，但係我好中意閱讀或者好中意去接觸唔同嘅事物啦。咁所以就係我認清咗呢個事實啦，就係我唔夠叻，我知嘅，係啦，但係我會逃避呢一個事實，然後去用我嘅方式，用我嘅熱血或者用我嘅投入嘅程度去蓋過我唔夠叻嘅呢個事實。與其用話逃避現實呢個講法，可能會唔會係話理解個現況咧？即係點講呢？即係你要承認自己係未夠班嘅呢個事實。你要認清楚自己能力未夠，然後從中去享受呢樣事情嘅點講呢？享受呢個事情咯，即係譬如唔係個個即係冠軍淨係得一個㗎啦嘛，即係或者係啦，但係你點樣可以了解到自己可能未必係一個冠軍嘅材料，但係你都照去好 enjoy 去做一樣嘢，呢個亦都係另外一個境界。咁反而我自己，我覺得我係會唔會係小公派呢？因為我本身就唔係一個好有天賦，即係做運動又好，唔係一個好有天賦啦嘅人，但係我可能我會用努力去蓋過自己嘅不足，希望可以用努力去彌補自己喺某一啲能力或者天賦唔夠人高嘅呢個地方身上。咁雖然咧，我就冇話咩攞個獎或者係好努力之後變咗第一，但係我會好享受自己由可能零開始去花好多唔同嘅努力喺自己唔同，即係喺嗰樣嘢身上啦，希望可以 reach 到一個更高嘅一個層次。希望一直咁樣去磨練自己又好啦，或者係經過唔同嘅高高起跌，由低爬翻上去，去到某一個我覺得係合理或者係繼續往上嘅呢個方向嘅呢一個過程呢，我係比較享受，或者我依家係 buy 呢一個方式多啲咯，係啦，咁所以就。雖然知道自己嘅可能某一啲嘅觸覺上係不足，但係希望以將勤補拙嘅方式去彌補或者去 achieve 咯，係啊，因為嗱，首先講翻到電影先啦，其實或者動畫啦，100米呢個題材其實真係好少有啦。第一樣嘢就係，即係我咁短時間，其實我有啲咩講呢？其實冇乜嘢講嘅啫。咁但係喺奧運。我哋觀眾作為一個參與者啦，奧運嘅參與者嘅身份呢，其實又好期待100米嘅，因為係一個最純粹嘅競技啦。正如我一開頭都講，同埋你係好感受到嗰種人生嘅傾注感。因為其實你有睇 live 嘅話呢，佢哋決賽其實好嘈啦，好嘈啦。咁你 introduce 啲選手嘅時候好嘈啦，即係好歡呼啊啲咁樣。但你當一去到按咗 mark 嘅時候呢，全場係靜晒，好似冇呼吸咁樣咧。其實就係嗰個壓力係啦，嗰8位選手嘅壓力，其實就係足以令到個會場或者嗰個8位選手嘅專注度，足以令到個會場係陷入一片寧靜，去觀賞呢10秒內發生嘅事情，或者係由按咗 mark set 到中間呢一段呢，係一定係安靜嘅，係直到嗰個槍嘭嗰一刻呢，觀眾先至會大力地為佢嘅選手去歡呼加油咯。即係嗰個就係按咗 mark set，就係呢可能呢30秒就係代表咗可能嗰個選手嘅氣場啊！即係大家為佢哋而加油努力嘅嗰個濃縮嘅嗰個壓力感啊，就係嗰度啦。係啊，咁所以
然後你要再用一個100米呢10秒嘅時間去比喻3個唔同時段嘅人生，再要加上一個20歲嘅作者去做嘅呢一件事，所以係我覺得係好誇張嘅呢個年輕人係，同埋就係佢要用4個人嘅身份去講，即係譬如富堅啦，一個天才啦，即係男主角係一個天才啦，咁小公係一個追隨住佢嘅人，咁後來就俾一個富堅嘅一句座右銘去深深地撼動咗佢，同埋影響咗佢，成為咗佢成年之後跑步嘅一個座右銘或者一個風格啦。就係只要100米跑得比人哋快，你就可以做到所有事。係啦，咁因為富堅就係一個跑得比人快，所以佢人緣好啦，喺校內身份比較超卓啦。咁然後佢就係憑藉佢呢個100米跑得快嘅天分同天賦，咁就去獲得咗好多唔同嘅獎項啊、人緣啊、朋友啊。咁小公就係俾佢呢件事去撼動咗嘅時候，直至到佢贏咗富堅嗰一刻，佢就會去繼續就係覺得我要創造好多唔同嘅紀錄。咁財津就係一個100年嘅王者啦，即係日本紀錄保持者，咁亦都係冇人贏到佢咁滯。咁佢對勝負其實佢相對地係好睇得好淡嘅。咁佢會唔會係一個絕對強者望翻落去，所以先會有呢個心態，或者係佢根本就完全唔 care，因為佢就跑得快。係啦，佢亦都好期待輸嗰一刻，咁佢就知道咗先有競賽嘅成分。係啦，咁會唔會係呢一件事呢？咁我哋唔知道，因為我哋未去到嗰個 level 啊，某程度上。咁海棠就係啲人成日話佢生錯年代啦，因為當佢喺高中嘅時候，財津就係一個初出茅廬嘅年輕人，但係跑得快過佢啦已經。因為海棠原先都係一個好快嘅選手，咁就萬年亞軍啦。啲人成日話佢，亦都話佢生錯時代啦。咁但係我係生錯時代又好，我係萬年亞軍又好，係咪就係代表我嘅跑步嘅生涯就係俾呢啲唔同嘅 label 去畫上一個等號呢？咁海棠就係佢為自己而跑咯，無論發生咩事都好，佢每一次都相信自己會係攞冠軍嗰個，其實已經係一個對佢人生入面做好嘅交代。咁所以余禮喺呢4個人唔同嘅對待100米唔同嘅心態嘅處理方法上面呢，其實都劃分，應該係話都將好多唔同我哋人嘅心嘅取態呢，係都分類咗做4大類㗎啦。好老實講就係第一個就係我知自己叻，但係我唔知自己點解要做緊呢件事啦。第二個就係我知自己唔叻，所以我要好努力地去做呢一件事。然後我要去爬一個好高嘅位置俾人哋睇，去令到人哋認同自己嘅存在。第三樣嘢就係我好叻，我亦都知自己好叻，我希望有人超越到我嘅時候，就先至代表到我嘅人生。如果唔係嘅話，我係好悶啊，我人生就好無聊嘅一件事啊。無敵是最寂寞。係啦，無敵是最寂寞。咁第4樣嘢就係我覺得海棠，我點解咁中意海棠，亦都咁中意呢套漫畫嘅原因就係其實大部分人就係海棠啦，就係我知道個現實同我而家嘅呢刻嗰個地位好大嘅差距。So what？我要做嘅就係傾住我自己去做我想做嘅事情。我只要俾到一個交代自己嘅時候，我就 OK 咯。係啊，咁去到最終，佢當然佢贏咗財津啦，贏埋小公啦，喺準決賽嘅時候。咁亦都成為咗一個刷新咗佢自己個人最佳紀錄啦，同埋日本第2快嘅成績啊！我印象中冇記錯嘅話，咁佢係贏咗啊！即係佢臨尾係贏咗。咁但係你覺得佢開心係嚟自於佢贏咗啊，定係咩呢？我覺得係嚟自於佢做到咯，或者可能佢堅守佢自己個信念，係啦，堅守佢認清到即係天賦上未必係一定最好嘅，但係佢好 enjoy 去做呢件事，亦都係付出佢100% 嘅努力去做呢件事。譬如即係放翻喺人生裏面，你 keep 住去做一樣嘢，你覺得係 OK 你覺得係正確嘅，你自己亦都開心嘅，你枕住係咁做呢，就會有一個成果出嚟嘅一個
一個演繹咯。冇錯可能呢個 so far 就係冇錯。咁所以就係亦都會點解會撼動到咁多人嘅心啦？即係睇呢套動畫電影嘅時候，亦都睇漫畫嘅時候，亦都點解我會咁中意呢套嘢？就係大家有嘢想做呢，或者有嘢投入啦，無論係乜嘢事情都好，我係好希望大家或者係唔好話我希望啦，即係我好鼓勵大家係盡情地去做，係啦，唔好為自己嘅人生留任何後悔嘅空間。我覺得係人生活着嘅時候最應該做嘅事情，因為你人生話長唔長，話短唔短啦，真係今日唔知聽日事啦，好多嘢都講唔埋啦。咁所以如果你有嘢想做，有嘢值得你去做啦，或者咁講啦，每個人嘅價值觀都唔同，就做咯，係啊，好盡力地去做，不留後悔地去做，哪怕最後唔成功都好，起碼你嘗試過，已經係對於你人生或者對於嗰件事情嗰個 subject 上面最大嘅 tribute 啦，即係 contribution 啦，係啊，即係一個致敬啦，係啊，咁樣樣。所以用10秒嘅時間去濃縮你嘅人生，其實可以代表到好多嘢。勁啊！勁啦，係啦，咁今日就短短地講咁多嘢先啦。都係嗰句，睇漫畫，漫畫有精裝版，係啦，加厚版一定要睇啊！呢個係啦，漫畫真係好睇再多啲嘅，我自己覺得。咁同埋就睇埋喺 Netflix 嗰度可以睇埋嗰套 Orb 啦，即係關於地球的運動。係啦，咁就係佢第2套漫畫。咁我會覺得佢年長啲啦，雖然好似都係22歲啫，即係佢依家唔係佢畫嗰陣22歲，第2套漫畫。咁但係都個演繹上面啊，或者佢刻畫嘅事情上面，都已經係你會感受到佢會再成熟啲嘅。係啊，但係佢雖然佢好多嘅訪談嚟講呢，佢係冇諗過自己會成為咗一個人生哲學嘅漫畫家嘅，佢係諗住講人嘅啫。咁但係往往就係一個咁簡單嘅出發點，就會引入到好多好好睇嘅事情或者好美好嘅事情，就係咁樣咯。好啦，係啦。咁今日呢個超譯係啦，超譯動漫系列又告一段落啦。如果大家中意或者大家有啲咩動漫想我哋都探討下嘅，歡迎喺留言話俾我哋聽。冇錯，哆啦 A 夢都得噶，哆啦 A 夢都好多嘢講噶，係嘛？哆啦 A 夢都你個結局啲人成日話，究竟係一場夢定係乜嘢啊嘛？係咯。好啦，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OK，拜拜。